郭文摕卡到金华城的备案防收押禁见，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提出着建议，讲为着民众党长期的发展，郭文摕应该爱适度来认罪协商。结果引发着支持者的不满，要求就要来开除着谢立功的党籍。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如修今仔日嘛讲，伊实在无法度理解谢立功发言的基础伫咧倒位。新穿乌衫出现伫小草中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天头一摆行入北检的时，前秘书长谢立功冒到现场斗赞声。随着郭文天被收押禁见，党内拢咧拍拼保卫主席的清白。谢立功伫这时却是建议郭文天适度认罪协商。我也愿意接受小草们的批评哈，但是我只希望能够让全党能够重新去思考，到底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之道。从裁判书里面看起来哦，柯文哲有部分认罪事实嘛，所以谢立功提出这个方案，我觉得是可行呐。有法学专业的谢立功，因为嘛捌做过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的调查员，利用经验，甲郭文摕建议，颠倒党内外的批评，经过这小草，甲民众党检举，开除谢立功的党籍。中民会这边已经收到了相关的陈情，那也会先立案来调查。不太明白或清楚他的理论基础从何而来，他的发言跟我所知、跟我所理解的有很大的落差。同一个时间，民众党继续扩大全国的宣讲，9月13起为新北开始遍布全台湾，不过却是让过党内大票仓台中和责任区伫台中的前立委蔡碧如，只好家己摕钱出来办。过台中啊，我不晓得要请问一下那个台中的党部主委吧，地方党部主委在做企划。是调岗还是无涉字的郭文天被收押这段期间，党内权力中心已经产生变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